我哋好容易發現喺大廈嘅食水管外漏喺大廈外牆，經過長年嘅風吹雨打，就好容易變得殘舊生鏽。我哋可以點樣保證屋企嘅食水係適宜飲用呢？經 3M 家用濾水系統嘅過濾水，唔單止可以直接飲用，仲可以用嚟清洗食材。擁有 NSF 國際品質認證嘅 3M 家用濾水系統，有效過濾水中嘅沙石、鐵鏽、雜質、氯氣、異味、重金屬等有害物質，絕對可以放心飲用。3M 家用濾水系統可以安裝喺星盆底，專利嘅內置腰道設計，唔需要關閉水掣，一扭就可以將濾芯插落嚟。安裝全新嘅濾芯亦都係一扭就得，簡單方便。除咗安裝喺星盆底之外，客人都可以自行安裝喺星盆上邊，將附有 3M 貼紙嘅掛鈎貼上牆身，等穩固咗就可以裝上濾頭。將水龍頭嘅格沙嘴拆除，再將分流器扭上去，根據水管上面嘅出入水箭嘴接駁到濾頭，最後再將濾芯扭上，咁就大功告成㗎啦。而家就可以扭動分流器上面嘅開關，直接享用 3M 為你帶嚟嘅乾淨飲用水。3M 家用濾水系統能夠俾到你安心同信心。要照顧一家大細嘅需要，快啲選購 3M 家用濾水系統啦！